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今仔日是2024年6月4號，6月4號敢是什麼日子？19890604，這是一串數字，對你我來講，佇台灣敢有意義？不論中國安怎落水，也是世界第一。民主人權總是咱上厲害的武器。今仔日好好來討論。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香港台灣協會理事長、香港以及台灣律師桑普。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二位，光傳媒的記者梁嘉麗。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咱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林正義。大家平安。那麼第四位，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理事長詹建元。主持人、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來關心，今仔日是中國大陸綠樹天安門事件35週年，這個日子，即馬也佇中國消失了，甚至上在網絡頂頭你都找無。最近在香港，中國佫一再來抓到民主運動的人士咧抬價加高，香港嘛已經無法度來舉辦着綠樹的紀念活動。就有當年綠樹的社運人士，望台灣人民對着中國的認知作戰，愛有覺醒。1989年，中國發生綠樹天安門事件，到當已經35年。中國當局有關禁止討論綠樹，關在香港是全球綠樹紀念活動上大的城市。自今年香港基本法23條通過以後，最近香港政府佮逮捕真濟民主運動的人士，人民是愈無可能舉辦紀念活動。35年前綠樹事件的參與者，也是歷史學者的吳仁華表示，在法律方面，香港政府已經愈來愈專制。今天在香港。不僅不能舉辦60紀念活動，甚至在網絡上提到有關60紀念活動的言論，都會被控罪。對暴力跟宣傳，始終是中國這種專制體制所慣用的手段。吳仁華提醒台灣人民對中國的認知作戰愛較密切咧，袂當忘記對中國專制的本質。針對綠樹事件，總統賴清德在6月初4之間，也呼籲任何政權攏應該勇敢面對人民的聲音。陸委會8日也發布新聞稿，指出中國應該以開放的態度包容無共主張。為着要讓民眾了解紀念綠樹的民主意義，台灣的民間團體堅持維持慣例，舉辦綠樹紀念的相關活動。因為咱實行的是民主憲政的制度，這呢拄啊好是35年前中國人民伊所要爭取的所以台灣的存在就是咧證明講佇華人的社會中國的文化嘛會當實行憲政的民主，這對於共產黨來講，都是伊的統治的這個正當性上大的這個打擊。兵團表示，綠樹的紀念活動辦佇中正紀念堂，自下晡開始有民主市啊、藝術展、下暗也閣有暗會。因表示，辦這活動唔若是要紀念英國為推動中國民主化犧牲的運動者，嘛是要讓國際社會關注中國香港的人權所受到的迫害和威脅。記者盧尚如、鄭俊堯台北報道。咱睇看到新聞大當中，也許對你來講，綠樹已經是對你真遙遠，可能跟你的生活也無直接的相關。但是在新聞大當中，也有人講到，今仔日台灣，你就要想到以早的香港是安怎如此這般。咱即擺來看，香港現主時拄到的情景是啥物？在法律面，我頭給你聽，你可能無感覺。咱在現場兩位香港人講互你捌。首先，咱來看中國迄陣時所做的這個國安法是實施，伊講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這本對這個版本。但是香港基本法第23條家己立法，這個會使講是束手就縛的這個立法。基本法第23條內面有叛國罪，有煽動叛亂罪，有竊取着國家機密，國外國的政治性組織在港進行着政治活動，香港政治性組織以及外國政治性組織
建立联系，吼，这会当说牵牵切切引起了真济。但是呢，可能我讲起来你也无感觉。我来请吼桑普吼来讲互咱听。对因来讲，因即马上生活当中上切身的、最切身的吼，会影响到是什么物件？来，可以看到这个留在香港的人哦，那他们面对的问题很切身的问题是在于恐怖，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警总在自己心房旁边，要审查自己要讲的话是不是第二天会被抓起来，第二天会被登报，旁边吃饭的人会不会检举自己，就是一种检举的文化，一种很害怕的文化，甚至很多香港人觉得说，如果到那个深圳去，那个感觉都没有那么糟糕。那当然是假性的想法了。我们看到那个在23条立法之后，虽然没有一直以来很长期都没有这个先例，但刚刚有周信彤的案子，就是以前支联会是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因为当年的香港很多人都是很大中华嘛，那当时他们觉得说要用香港的民主的发展来去教育中国。当然，这个我觉得是不成功嘛，很肯定。那现在反而被那个中共政权反噬到香港来了。那周信彤被捕，我们看得到，他跟他的妈妈、他的舅舅都被捕。谁说祸不及妻儿？现在是用古代的诛九族的方式来处理。然后他的那个同伴刘嘉怡、关正邦的太太潘佑翠，还有区议员那个陈建勤、牙医李盈芝都纷纷被捕。而且被捕的人可能越来越多，目的是什么样？是要通过抓他们，来使他们的那个近的社交媒体点点，也希望他们那个周信彤不要再对外间接的发表他们的言论。这种想法哦，其实跟台湾在白色恐怖时期的事情哦，其实有非常类似的地方。那另外，香港也有一个47人案，我觉得是香港版的美丽岛大审。那这一次当然没有说台湾2条1哦，可能唯一死刑的情况，但是最重是无期徒刑，而且有可能送终的。送终结果其实可能生不如死哦。那你看到现在这个案件，戴耀廷、黄之锋还没有真的判决，因为他们的认罪那个地方不认罪的地方，认罪的地方好，不认罪的16个人已经判决了，14个人是有罪，而且判无罪的人已经立即上诉，禁止出境，所以非常的严重。我看完这个英文呢，337页的文件，总共87000个英文字，我花了4个小时看完，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张律师，我会请教一下哈，这样来说听起来应该是香港法律系统、司法的系统，那法律系统因为审判，对我的印象来讲，香港的这个裁判其实是非常英国式，吼。非常的公正，非常的客观，吼，会当辩论，会当做甲真刁钻。是安怎？这35年安尼变甲真厉害。你讲满满的英文字，佮用英文写，但是拢真歪曲起来。这是安怎？伊个安尼，有通安尼挑工的滔天换日安换起。对，拢是归去了啊。那以前的事情，就是我们知道以前，我记得看电影都知道法外情、法内情，还有很多义不容情，都讲香港那些完全根据证据来裁判的原则嘛，这是法治的基本原则。现在呢，完全没有。为什么搞到这个样子？都是那批法官，都是从港英时代读书出来的法官吗？是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同样道理，其实在一开始。台湾戒严时期，其实有时候有些人都是从那个很好的大学读来的，但是为什么他们却做那个刽子手的工作、刽子手的工作？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在于说，一个人读多少书跟他自己的道德没有必然的关系的啊，肯定的。书读越多，越不群，越多这样的人，所以要有德有才是很重要，也是很稀缺。那他们呢，现在没有陪审团，只有国安法指定法官。中共呢，就是这么多法官里面看了这么多人的判决里面，标签这一批人叫做国安法指定法官，就类似拿纳粹的特别法庭，但不另外设一个特别法庭，这个是国安法指定法官，所有跟国家安全的案件有关的案件，统统由他们审。3个他们审呢，
他们整个庭审都是偏颇的，而且拉出来的东西根本是很荒谬啊！我举个例子，明明国安法刚刚看到那个国安法里面第22条那个地方讲到必须是以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才算。那当然，它有其他的构成要件，包括组织、策划、实施、参与实施、严重干扰、阻挠、破坏香港特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但他现在把前面2个构成要件删掉了，意图。他只说你今天约定无差别的要否决预算案，这个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理由没有理由，因为这个颠覆就是削弱的意思。国家政权就是立法会本来正常的运转，然后说什么叫其他非法手段？不要跟武力、跟威胁使用武力等比较。我们台湾也有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解释嘛，都要有一个同类解释原则嘛。其他非法手段都跟前面的类似嘛？没有，其他非法手段就是其他非法手段，而且不用证明什么叫非法。总之，你任何手段就是其他非法手段，你可以看得到是多么的可怕。所以我看到这个看完他100页之后，我就真的想哭出来了，因为这些法官读了这么多书，英文这么利朗那可以把这个谎言跟假话说的欧良水道，对，头头是道。那我觉得这完全是跟我们想象的香港完全不一样。我小人家请教讲，这到底是制度性的问题，还是人心不古的问题哈？但是我要先请教到佳丽哈，你也跑新闻跑十几年、20年左右哈，这个媒体的变化呼应在这整个不管是这个基本法或者是国安法的实施的过程里头。媒体慢慢的怎么个变化法？我想这个是很多观众朋友不理解哈，然后也特别在台湾，其实特别不理解这件事情。你可以说说看。我觉得这几年就是国安法以后的香港的媒体这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很多媒体都有这个白色恐怖，他们不知道红线在哪里，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可以报道，什么不可以报道，然后就是大家都是在害怕，然后会不会尤其就是苹果日报或者是立场新闻是一个网媒，然后就是他们被政府关掉以后，就是很多媒体界我们的同业都说都感觉得到那个恐怖，所以但是这个是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自我审查的问题，因为你不知道红线在哪里，所以这个会不会有危险，所以不敢报。然后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方法是最安全呢？就是报道这个官方的说法，就是官方新闻稿，就是政府的新闻稿，就是怎样写你就怎样报道。所以我的感觉就是我的观察就是这几年的这个媒体的生态就是越来越保守，然后就是越来越偏向这个官方的说法。比如说好了，如果要报道立法局里头的新闻，那么这一些所谓有可能违反基本法23条，或者是违反国安法的这些议员，他们的说话，可以引述报道吗？还是说引述报道之后还要加一些批判的字眼，你才能够比较安心、比较过关？一般的记者同业都怎么做这些事儿？现在的立法会里面呢，对吧？这个立法议员，就是其实也不会说什么反对的，就是比较少，也没有了，比较少，我觉得。对，所以还是有一点，但是他们在一个比较安全的框架里边说，去批评政府，或者是说自己的看法。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有一些立法委员，就是说一些比较怎么说比较进步的一些或者是批评或者怎样，就是立刻就是得到这个官方媒体的一些批评，或者是其他的其他的人的批评，就是比较就是亲中的人士的批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立法会里面就是很小心，大家都。所以作为媒体，就是我们的同业，就是在香港的同业也说，很闷。这个立法会就是报道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都是同一样的声音，就是有一些零零星星，就是不同的声音，但是真的不多，就是90席嘛，90席，对。然后就是现在89席都是亲中的。
就一个不是，但是那一个敢不敢说真心的说话呢？这个立法会这里头，你可以给观众朋友一个概念，本来有几席，有可能是不亲中的，或者是中立的派别，然后这几年的变化，就这短短的几年，你可以描述一下给我们听吗？好，简单的说，就是以前这个怎么说这个系统在里面，就是大概一般或者是60%就是民主派的，然后就是当然也有40%就是大概就是亲中，有时候就是。可能会有多有少，因为就是投票嘛。然后就是因为2021年的立法会选举，然后就是有一个完善这个选举的制度，然后就是之后就是加了就是90席，但是只有20席是民选的，所以就是香港人可以投票的只有20个，只剩下20席，20席，其他都是指派的，或者是间选，就是很多就是间接选举，对，所以这个组成的组合就是可以，这个门槛很高。如果你要进去去选候选人的话，作为候选人的话，你要经过这个审查，这个资格的审查，然后就是他可以卡住你。如果你不够资格的话，他觉得你不够资格的话，是。关于比如咱他用差不多将近20分的时间，和你大概描述香港即马在媒体生态。因的立法院啦，因的立法院也叫立法会，而且生态乃至到一般平民因的生活。但是呢，咱头一开始就咧讲律师天安门的事件，即马在香港已经无地通举行啊，连写字，连你可能你去网络顶头去找嘛，找无这个律师这个字。指到会当今仔日暗时伫咱台北的自由广场会当举办着这个纪念活动，乃至到这个牛记者牛总编，伊3个香港的记者伫台湾做了媒体，即摆这个情形到底这个变化，我要先请教林老师，咱台湾要来纪念，或者是要来讨论律师天安门事件。到底有啥物意义？有人讲迄阵时甲总讲这个美国人甲欧洲人就一直甲伊交往甲饲好大即摆才会知影反悔。对咱来讲，咱是要对这种这个历史的发展，咱来处着啥物教训？头一三浦律师讲得足好就是讲咱看去香港香港为较自由变做今仔日台湾就完全无共款，是为过去无自由，变到今仔日有自由甲民主咱看去就是讲今仔日这个《民报》这《民报》有一个Stephen Roach， 伊是一个经济专家伊较早原来以这个香港政府做足这个建议，伊捌讲过就是讲这个香港已经完了，已经无就是讲你无法度，佮变做有较好、较自由，已经过去啊。伊今仔日讲的就是讲，伊过去讲的话，甲伊今仔日都无改变啦，伊是认为讲香港一定爱来改善，还是来调整伊的体制，伊讲过去就是即个金融的制度太过集中，即摆应该。香港人讲要较好，应该要有一寡，比如说新能源啦，再生能源，还是人工智慧，安尼可以当将这香港以这个科技，这部分有较自由，有较创新，会当有香港有变得较好。但是伊基本就是讲香港已经无去咱人讲看台湾人讲，这个全世界有一个自由之家啦，Freedom House， 咱讲台湾100分内底有94分啦，这个香港100分才有41分尔，中国大陆100分内底有9分啦，所以即马就变做啥物？变做香港的中国化，唔是即中国即个香港化，即个是完全即个香港被认为讲已经无啥物暗忙。头一三浦律师有讲到2个案件，一个是过去的案件，
吼，过去按照日子2020年，吼，有47个人，较民主派伊要来参选，伊想要有这立法会会当过半，但是因为这个2020年有这个香港国安法的关系，所以47个内底，到这个5月30，拄啊甲2个人无判罪尔，哦，啊，其中有31个人是提早来认罪啊，吼，所以刚才为了要选举啊，尔，要选举啊，要来准备初选。已经有初选，吼，有差不多61万的香港人民来参加这个初选，吼，伊认为讲安尼会当带动这个香港的这立法会，吼，会当有较济这个民主派，吼，啊，但是那边咱知影就是讲这个动起来，动起来，啊，还有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吼，所以啊，那边就完全无共款。所以就是头一嘉丽他有特别讲到吼，即摆讲即个立法会即个内底即个议员的席次啊，吼，啊，个另外一件就是讲，这是最新的，就是头一三浦律师有讲到，吼，即个周信彤伊本身就是一个律师，即一个少年还未结婚，吼，女性的律师。因为伊这个网络内底这个脸书，伊来讲一寡透过较新的科技啊，吼，会当虽然讲伊是比这个激流激进啊，但是也个有法度来发信息，来发声就对啊，吼，啊，全部甲伊所有关联的人都拢丢掉，都包括伊的亲戚、伊的妈妈啊、伊的阿姑吼，啊，所以就是讲，即摆就是讲对这个香港来讲。哦，会再讲是咱上无爱看到，吼啊，因为香港所发生的，毋是讲完全都无可能后届以这台湾是毋是会发生，吼发生啊，吼，就是讲台湾是毋是会当更较支持这个香港，吼，还是讲根本就是讲完全都无来出声，即个有那甲咱对香港还是对中国这个态度甲立场有足大的关系，是。张老师，咱咧支持香港来做这种反抗的运动也好，还是真心乡来纪念绿树天安门事件，对着中国的意义，因看起来是啥物？还是讲，这甲这个大不大独无关系？应该按怎来看待，或更较侪人会当来理解这个事实，会当来支持自由民主。我想分两个参数来讲这个问题啦吼。第一个，台湾吼，咱做一个主权独立、宪政、民主吼，保障人权自由的国家，咱的存在就是对共产党啊，伊的统治，即款统治方式的一个正当性的一个反正啦哈，或者是一个打击啊。因为共产党甲伊的人民讲，中国文化无适合来实施这个宪政民主选举啊，台湾就直接证明讲会当啊台湾的规模就使做这个代志啊，而且台湾是70年前国民党来的时阵迄个民国39年就开始这地方自治的选举，日本时代搁较早就开始啊，迄当阵拢是威权国家啦。威权国家的时阵，就会使做地方自治，即摆共产党嘛会使当做啊，而且呢，即摆中国伊普遍的这个国民的地势水准啊、经济啦、社会这个还是讲公共建设，拢比咱过去台湾较好啦。啊，咱会当国民党统治之下，咱慢慢咧车拼出来像咱即摆中国袂当安尼做，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代志跟所谓台独的问题这关系啦。其实即摆咱赖总统讲，迄个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伊怎就讲这是台独啦。啊，咱台湾，你问台湾人讲赖总统这种讲话敢有算台独？我相信啦，阮独派绝对
无认同啦，讲这乃是台独，伊佫是讲中华民国啊，佫讲遵守中华民国宪法啊，中华民国宪法敢是台独宪法？毋是啊，哦，所以就讲吼，即马嘛有一寡声音啦，讲啊，迄中国人代志咱莫管，哦，独派，哦，讲有一寡独派讲，哎，台湾人管台湾中国的代志，代志嘿。是，其实吼，就是讲这莫互咱，因为台湾是全世界的华人社会，用中文的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呢，唯一会当充分讨论记忆历史，也是讲啊中国有关的这历史哈，伊过去所有的这政治运动，也是讲甲迄个人权迫害这代志，敢若台湾呐，会当自由讲，会当自由出版，会当自由写作。啊，若是讲台湾吼，莫管这个代志，都无人会管啊啦。哦，所以讲，迄中国代志，咱台湾莫管。我认为这嘛是一款认知作战啦。哦，这也是认知作战。是，我甲负责人安尼讲，那真正独派的吼，拢是徛伫即个普世价值，要维护，因为过去啊，咱台湾受到全世界即个人权的组织啊国家甲咱支持，咱所以即个人权啊，比即个主权搁较悬啦，即个价值搁较悬啦。啊，咱即摆就是咱台湾要做一个国家，咱对即个国际社会哦，咱有责任对国际社会过去啊，对咱台湾来帮赞哦，咱爱回馈，咱爱感恩啦。啊，咱上简单的做法就是，甲台湾民主过好啊，哦，啊，互台湾变做会当对中国的人权、民主的问题会当发声的所在，互全世界人知影讲，这占全世界吼1/4到5%人口的这个大个国家，是对人类的这个文化啊、文明的价值会产生这么大的伤害。啊，这吼，那是咱台湾人的责任啦，因为上了解会当直接听有迄个共产党讲中文，就是咱嘛。所以这是咱对全世界人类的这个责任啦。哦，所以我直强调讲。这历史吼，甲统独无关系啦。这是咱台湾人对这个国际社会，咱的一个责任。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公民的运动，是即马咱台湾是这个国际性的公民运动，反中共的这个集权的扩张的这个公民运动，咱台湾都是这个运动世界的中心啦。这是咱台湾人的责任啦。这我小专业一下吼。嘉丽哈，刚刚这个曾老师所说的就是说，主权是高于，这个人权是高于主权的，这是一个普世价值。台湾应该站在这个不管是道德上的制高点，或者是基于反共的一个制高点，啊，甚至是全球华人，他是一个唯一能够记录诠释、能够记忆6·4天安门事件的一个点啊，所以这个不管怎么样，不管你是独派。统派，或者是你希望未来跟中国那样怎么样，你都应该要记住这一天，不管是6月4号或者是5月35号，哦，那耍来我要请教到桑普的书哈，今嘛目前香港难道就完全都无机会啊吗？因为这个法律哈，我读起来哈，我再读一次给大家听哈，以前哈基本法。25章，吼，对开始对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吼，已经到2024 3月份才通过，吼，所以伊是对中国这个法国安法啊来到，互你家己自己来立法，而且中国国家安全和国家机密的定义吼，正式进入了香港的法律体制，吼，而且。甲外国人交流变作更加危险，吼！可能我会记得，我真早前去到北京的时阵，迄阵时拄啊开放，哦，因看到这个台湾人还是外国人拢会惊，我感觉这个情景吼，我安尼déjà vu，事情相似啦吼，啊，而且吼批评政府最悬会当判10年的监狱，吼。无举报他人也可能入监，吼，这就完全他桑普的书所讲，这就完白色恐怖。我真侪这个伯啊，因迄地，敢若是因为工会内面
大家咧读册，啊伊看到讲有一本册，啊伊无插去，啊嘛去用杀去，啊嘛规10年，哦，上后要减刑减1年，1年出来了，啊，佫袂使，佫爱去新兴训导处，佫去1年才好放出来。啊，这哦，我想即马相信在香港即马是即个情形，尤其我知影吼，伊对小学、对幼稚园就开始做即种深化教育。桑普律师，你会当讲互咱听讲，伊对这个教育开始安怎做，还是讲伊一般的这大众教育伊会安怎处理？我觉得现在香港，我们看到从小学那个幼稚园啊，都很多都要升国旗、唱国歌。如果你背对国歌去上厕所不去唱，可能会被记过哦，严重的要召见家长哦。那刚刚你讲的一堆东西，基本上除了爱国教育里面，你看到。如果你在那个铜锣湾不是很有名一个鹅颈桥打小人吗？啊，你打李家超，打习近平哈，打毛泽东，打邓小平哦，不得了，煽动意图罪啊。那如果你去告解跟神父啊拜说，神父我真的犯罪，我想说现在真的要追求香港独立，神父如果知情不报，10年有期徒刑哦，14年好像哦，最高哈。那而且他把中国那个反间谍法都拉上来，什么叫间谍？间谍就是国家秘密嘛，你再问就是刺探国家秘密嘛，所以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啊，就是香港变成一个红色恐怖的地方，是我觉得在一个数位极权主义底下越来越厉害的地方。剩下香港跟中国不一样的只有3个地方，第一个，先不讲那些外币自由兑换的，我觉得是自由人权3个地方有不一样。第一个是关于这个封关，就香港现在还不需要申请就可以出入境，啊，那基本上你到国外拿着特区护照，暂时还可以申请得到国外的签证。那在中国，你的护照能到多少国家呢？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啊，很少。第二个是所谓的断网，如果说以后有个网络长城，啊，就是 Great Firewall， 然后能够是封住所有东西。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啊，香港人现在暂时还看得到。但你说，如果说再过了几年，他要封网，那就不得了。第3个就是叫社会信用系统了，就你在天眼看得到大数据分析所有香港人的事情，但现在正在盖，现在这个盖的密度跟速度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这3个东西是很重要。我先不讲那个什么外币自由兑换呢，还有港币的问题啦、低税率，基本上这些诱因呢都是帮那些洗钱还有外国剩余的一点点投资。但你看香港资本市场，外资已经走的很多了，所以我总结有4个地方还跟大家讲。第一个，没有主管啊，没有真的国家独立主权，所有的人权、所有的法治、所有的自由、所有的民主都是镜花水月。我们当然觉得人权是普世价值，这个毫无怀疑，但没有国家主权保护，就是你细胞里面的养分没有一个细胞壁跟细胞膜。香港就这个状态，相信1国2制的人多的是，结果呢，50年不到就变了，说变就变，为什么？全部在你手上，你唯有国家主权、军队跟自由国家站在一起，才能真正的保障。第2个事情是我们希望台湾能够声援支持，无论是6·4啊，无论是维吾尔的人、维吾尔吐蕃的人、南蒙古的人、香港的人，全世界受难的一些人权状况。都要知道，人权是无国界的。台湾要站在公益的基础里面看得到，而且他们跟台湾同样受到中共的霸凌。第3个，非必要不要去香港。啊，我知道很多官员跟那个做生意的人是有很多剩余的业务要在那边去处理，但如果非必要的状况就不要去，避免。因为你人人都可以是李明哲，人人都可以是李孟居，人人都可以是富察就是八旗的那个出书的那个出书人总编辑，他现在也是在中国下落不明哈。第4个很重要，反渗透，中国共产党渗透到那个台湾来，通过不同的系统在渗透。这个香港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跟大家讲，香港被中国完全渗透的那个历程是非常广的，白蚁一样把它蛀食掉香港所有东西，到你最后要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
台湾真的要在这个地方不要去修改那什么国安五法，修改什么反渗透法，那把它越修越宽，这个都是那个拆墙松绑给共匪共谍来渗透台湾，这个是愚不可及的。我可以有一点时间让你想一想你想一下这渗透渗透有哪一些实际的例子？您待会可以讲给我们听所以来为请教者佳丽刚刚这个桑普律师有讲到，我刚刚看到了其实我看了好几次，我都觉得心惊肉跳。香港的警察的权力更加扩张比拘留者司法权更加受限新赋予法律的警方更广泛的权利，在未经起诉的情况之下，无起诉情形之下，会当拘留16天啊。本来进行2天啊，尔。警方会当在逮捕48点钟以来，禁止你会面任何的律师，48点钟互你上黄金的时间，互你看袂到律师，甲你恐吓，互你先认罪，互你先写自笔，这是香港的警察咱即摆看咧过去咧电影看的新扎思想已经无啊啦，个香港的特首会当自行制定着新法，以维护国家的名义，会当自行制定着附属的法律，会当立即生效。最高刑责会当7年徒刑，我捌看过这种法律啦，这敢若宪法共款另外，这看了恁2个来注意啊。当局有新权力针对着打压海外的香港人，你会当针对着被控犯着国家安全罪行，但是尚未定罪的逃犯进行着听处，而且互你依据着外国的港人，香港政府会当取消香港护照的些暂停专业的资格，所以桑普律师，你香港的律师的资格，我看可能也无意义啊！新罪行针对着科技刑事触发的这个定义真模糊，真灵啦！就要请教佳丽这些点点滴滴啊，在过去你可以想象吗？还是说，其实你就意会到说，它是一点一滴温水煮青蛙，慢慢的，你们已经有意识到这10几年来的这个变化。我觉得其实就是国安法以前，其实这个变化就是很慢，我觉得，而且就是我们就是在2019年以前，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再想象23条会再重来，因为就是2003年就是50万香港人就是上街就是抗议这个23条，然后就是他当时候你觉得抗议有效？有效，因为他撤掉。暂时撤掉，那个时候就是对，但是那时候你觉得抗议成功了？对，那个时候政府还会回应民意，我觉得就是回应民众的一些意见或者是一个事情。但是2019年或者是国安法以后，就是整个社会环境都已经很不一样了。然后就是民意或者是民间授权立法会啊，或者是政府，其实已经没有这怎么说，就是这个民意的授权，就是不是人民就是选出来的嘛。所以这个23条在过去5年以前我们不能够想象它会重来。然后但是国安法以后，就是我们说国安法以后就是很快23条一定会回来的。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也觉得会。然后就是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就是逃犯。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访问，就是那些所谓的逃犯，就是已经跑到国外去的一些香港以前的香港的朋友，可能是前区议员立法会议员或者是一些政治的人物，然后就是他们现在是有怎么说嫌红，就是把他逮捕，然后但是他们在海外嘛，但是这个恐怖的地方其实。他们跑出来了，他们其实不太介意，或者是我也不会回去香港这种感觉，或者是反正我也不会回去，取消这个像护照没问题。但是问题就是他们的家人，还有就是他们知道他们的行踪，或者知道跟他们有联系，或者是一起开公司的朋友或者怎样。就如果他们还在香港的话，就会遇到这个23条的问题。知情不报。知情不报，对，还有一个就是金钱，提供金钱，所以资源就是如果，比如说你是
跑到你是逃犯，就是在英国或者怎样，然后就是你有 Patreon， 你有这些众筹的一个平台，然后就是我怎么说，我支持你，或者是我donate，对，就是 subscribe 你的平台，你的 channel， 然后这个就会就是你犯了23条，然后就是做多少年？7年，就是我就是想看你的文章，或者是看你的评论，还是怎样，或者是你写你的生活在英国的生活怎样，但是这样就会被抓，就是23条。所以我觉得这个覆盖面是非常非常之大，对，可以解释的面向很广，很广，就是每一个人，就是你看手机你看文章，或者是你跟这些人有一些很遥远的一些关系。嘉丽，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看台湾这个发展，你有觉得似曾相识吗？还是你觉得说你有一些你自己作为一个香港人，你想要有一些想法要告诉在台湾的民众？我觉得其实如果继续渗透，或者是继续有这种认知战争就是下去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变成香港现在这种恐怖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但是其实也很不一样，因为很多人就是过去2个星期有这个你们立法院有这个事情对吧？这个修法的事情，然后很多人也说就是国会香港化，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类比其实不是太能够类比，因为就是很不一样，对，因为就是台湾的国会就是有民选，所有的立法会员都是民选，但是香港其实也已经不是了，我们知道都是中共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就是代言人，就是也是亲中的，所以这是控制已经99%的控制了在香港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点不同的，所以不能够直接的类比，我觉得对。是，林老师哈，他在桑普律师有讲到，伊认为无主权的人权是免讲啊，所以主权是上重要。这嘛是一个呼应，嘛是一个对比啊！在香港人的眼中看，无主权就无人权。但是对咱台湾来讲，咱即马要污染香港也好，还是世界其他各国，咱就认为咱爱抓着人权的大旗去甲讲，还是讲无咯？咱爱鼓吹讲每一个受迫害、受捕令的这个人类的种族也好、族群也好，爱先握有家己的主权，才有通有人权。当然香港甲台湾有足大无共款啦，这个香港伊无军队，无国防，甲中国就连做伙，香港无一个半导体像台湾安尼，但是台湾就完全无共款，台湾也佫有一个战略的重要性，所以台湾要变做香港的可能性是较低啊，但是台湾甚至内底有一部分的人，有无共款的声音，也是讲对中国，认为讲无需要去刺激，无需要讲中国无欢喜听叫一寡声明还是言语，这个是对台湾一种危险，因为台湾爱特别来关心这个香港，咱看这香港，这立法会内底，爱国者治港啊，你爱这个国家，这国家是中国，你该当来治理这个香港。我足惊讲后届是爱中国，才会当来治理这台湾，这是北京的领导人。伊的想法啦，另外就是讲，这届这个咱赖总统有讲到，行公义，行公义，然后好怜悯，哪有存谦卑的心呢？台湾行公义，好怜悯，这个物件是关心这香港，阮也是关心咱家己，咱应该爱讲的，所以今仔日。比如讲这个总统有讲到，特别讲到当然国民党阮有讲讲关心这个香港伊的未来，
因为我头前讲就是讲，这个香港互人感觉 game over， 这个是一种足大一个形象啊！吼，我过去这120档，我每一日都会看这个《民报》，有一个孙家业，吼，这个《民报》的主旨叫家业街，家己的家，事业的业啊，吼，这个孙家业为今年差不多2月开始，吼，都完全都消失啊，失踪啊，哦，较早伊全部写的都是讲中国甲香港的政治，哦，所以咱就知影讲，这物件，这个法官，伊嘛爱根据这个维护这个国家安全的条例，吼，所以因为有一个新的法律，吼，所以有足济这法官伊爱改变伊的判案，吼，有足济外国的媒体，原来爱改变，吼，所以一寡这个本土香港本土，我那完全都唔敢过来写，所以就是讲，这个是对咱台湾，吼，一种的借鉴的，应该是讲咱袂再安尼做，吼，袂再因为安尼咱就来妥协，吼，所以爱有较济的关心，袂再讲少香港甲咱无啥物关系，你讲香港甲咱无啥物关系，吼，我想第2步就是中国直接来对付台湾。其实吼，对这35年以来吼，中国各地的状况吼嘛有变化，吼，愈来愈自信，愈来愈要做世界第一，吼。当然这几档因为中国甲美国的之间的这个 wrestling 吼，这个角力，但是咱这看起来吼，有一个一致性，这个国家的这个本质也无变化。不过，伊的威胁吼，愈来愈敢讲吼。咱来看到因的一个香格里拉的这个会谈，因的这个国防部长讲甲安尼真明确吼，而且这个大会主席甲讲你袂当来讲这，伊嘛继续要讲，先讲完。这中国吼，目前是愈来愈无暗藏这种企图和这个上无伊这喙吼袂停起来。那有一派人吼，这嘛是认知作战啊，有一派认知作战，有一派在台湾内部人讲咱就卖个刺激啊，咱卖个刺激啊，你就连历史你嘛卖个讲，卖个刺激安尼上好，伊就会稳稳啊对台咱台湾。这种讲法，咱要安怎来甲说服，还是要安怎甲来对咱内部人来对话？这人家讲这就是吼会飞狗啦，吼。其实咱民讲足惊的啦。伊即摆即个形象吼，即摆全世界即国家大拢看足清楚的。过去我暗暗坎坎吼，讲韬光养晦啊，讲要做大国的外交。即马拢占人的面貌就出来啊，吼，反必霸嘛，所以全世界拢看足清楚的，吼，所以呢，这是第一点，吼，咱台湾人要知影，迄个中国吼，为伫迄个胡锦涛的时代，伊的这个对内吼，这个维持社会政治稳定的这个预算啊，都比国防预算较悬的。所以，伊甲伊的人民当做伊的敌人呢，比对台湾人，还是讲对外国吼，对大国，更较惊吓伊家己人民。即马伊这个预算吼，这个资料即马无公布啊啦。我相信吼，这对内维稳吼，伊国防预算一直增加啦，对内维稳的预算嘛是伫增加啦。无最近有一个消息讲，维稳的这个预算吼，较无啦。本来讲重要的日子吼，拢爱叫你去外地。去旅行，卖伫厝里安尼，最近拢无讲叫你伫厝里就地的慰安安尼。是啦，迄是伊即摆是规经济问题，但是伊即摆用有较新钱的方式啦，就是讲用电子啊，电子机接款，电子接款的这个工具啊，系啊，监视器啊，网络的控制啊，你人到什么所在，伊的卫星定位拢在掠人嘛。所以即马有搁较新这个成本的做法啦，但是这个对人民对社会控制拄啊比以前较严。张老师，如果咱就讲就卖刺激中国这项吼，
咱台湾要如何卖个刺激？我认为是安尼啦，讲咱爱讲真相啦，啊，中国是啥物伊真正这个历史，伊的社会政治的这个事实是啥物？咱免什么加油添醋啦，一直个骂，一直个免啦，你讲真相，互中国人知影，中国社会知影，安都够啊啦。伊比如讲，伊的过去这个历史啊，国家是安那来用迄个国家的武力来对付人民这资料，互因家己看，家己去讲啊，讲有国家是安尼对待人民的。佫过去足侪伊个历史当中，迄个豺狼帮会一寡代志屠杀这代志足侪啦。我咱讲这个讲就是迄个罄竹难书对啦，哎，拢讲袂了啦所以甲这事情伫台湾出版还是讲电子化用各种方式，互中国人知影，安都够啊。这毋是刺激伊咱是讲真实的话啦共产党无欢喜，无要紧啊。中国人民伊若支持台湾还是讲，互中国的这个内底政府内底军队啦，还是伊的党内底迄个较有进步的观念的人，知影讲若对这个习近平这个政权安尼直落大家拢一条船安尼规拢落落。万一若是讲迄个中国来发生变化，大家嘛是爱顾家己的性命有对家己这个因民族的这个程度一寡保留所以外口的关系嘛是爱维持，爱保持掉，对，所以这就是咱台湾的机会嘛，所以爱甲这个中国人民甲中国共产党爱甲分开，互中国人民徛伫迄个咱这个普世价值，甲台湾做伙，嘛愿意来为了因家己的未来，因的国家希望，甲迄个保护台湾作为因会当发声的一个基地。这就跟咱徛做伙啊！这才是对台湾的安全上好的保障啊！是，律师他早有请你讲，你当记者咧，伊慢慢渗透这个咧，这第二我他想着，伊这基本法在这里已经安尼破落去我相信真侪香港人本身伊是不满的。一直甲压者了你感觉香港人敢会有一天会安尼压起来，突然间来反驳，还是你感觉对香港人来讲，你较无信心，还是讲你安怎想？我是对香港人是有信心的我是观察了香港人在这几年跟在8964之后中国人的那种表现我觉得说有一些分别。当然，正如刚刚曾老师说的，中国人也有很多是反共的，但是他们不敢说出来。但你说在数量上跟他的表现形式上都不一样。还记得在1992年的时候，中国有那个邓小平南巡讲话嘛？那之后的话，很多都向前看了就是金钱的钱。那结果呢，结了伤疤忘了痛，那记忆就不复存在。那到现在，你要找到在中国内地真的了解得到64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的人，其实越来越少。有不是没有，有些是最近有一个其他的传媒报道，一个人以前小粉红到外面去理解得到新疆的事、64的事，然后觉悟的也有人在但是那个量是少。但香港不一样，香港是从事一个叫日常生活的抵抗，那个叫 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类似什么样的状况呢？在那个捷克东欧的时期，有一个叫做布拉格之春。布拉格之春之后，有大概好几年时间，大家都是平行时空，表面一套，底下一套。最近有个新闻，你自己注意一下一群几百个香港的中学老师，那有一个香港立法会的议员来，那个叫何君尧，那个是恶名昭彰是何君尧。那你看很多老师就背着不听他讲话，就开始打盹，或者说眼睛盯着他来看，然后他很不爽，写一篇文章说那些老师为什么这样对我？这些就是日常生活对抗。在那个每一个中学里面有图书馆嘛，那
那个按照国安法又下了一个指示命令，要你们清除所有图书，那些反动的图书、煽动意图罪图书要清除，但你们自己拿捏哦，那可能这会检查。现在很多学校都没有动，有动，但是保留部分在那个地方，所以说一套做一套，这种叫做日常生活对抗，而且独立书店，香港还有好几个小的传媒在那边努力，我看到很多真实的影像都是他们拍出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感动，还是有机会的，还是有机会。那家里如果是合理飞的这个路线，在这种日常生活的表现，你觉得有可能吗？我觉得有可能，因为就是我觉得不能够每一天都在抗争嘛，不用每一天都是那么辛苦。我觉得在日常就是在底层里面，就是可以做的还是很多。好。